钟敢会看会出来，倒一只是石虎，倒一只是猫啊？是这只吗？毋是，无毋对，就是这只。所以安尼我再来看一遍，伊即摆一定会使看会出来差别伫倒。伊的耳仔有什么小水的点？白色、黑色、蓝色、彩色。是白色的对无？是白色的点。搁有一个所在，毋是点的，嘛毋是云的问题，是伊的叶头。伊的叶头有差别，敢会看会出来？叶头，猫仔的叶头，敢若 M 型，是一个麦当劳的 M 哦。但是阮的石虎是两大，两个白色的伫咧遮，头壳叶头遐。所以这嘛是阮石虎甲猫仔的差别哦。吼，安尼阮就继续来听，阮的石虎甲阿咪敢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啊，即摆吼，阿咪甲阿石，互金钟互上一个安尼。你看起来就是的呢，你是猫，我嘛是猫啊。要紧啦，无你甲我倒回来转遮，遐有足侪猫咪，你是一个大家族咯。好。阿石真感谢阿咪的邀请，想讲吼，安尼嘛较有看啦，也合阿咪做伙回去，回因兜去，日子一天一天咧过。阿石甲这个甲猫咪因家族因兜做伙食亲，成做吼真好的朋友。有一天，阿石甲阿咪踮咧树林内底觅小找的时阵，中中看到一对真影目的广告扛棒，顶头就写讲吼，欢迎光临石虎的厝，石虎的欢迎光临石虎的厝。相片内底就是吼阿石和因的亲人。过去斗阵生活的所在，搁去一个，互因感觉足清楚的一个石路仔，就想讲吼，看见的亲人，感觉着特别的伤心，目屎全拢流落来。阿咪随甲就讲，那都不好啦，咱家那这样子。好还是大个所在，是为着要去一个讲会上好的厝，咱就爱互因知影，安尼做是对的。阿咪，你讲啊，足有道理的，咱应该团结起来，甲咱瑞表达咱的诉求，互因知影咱真家的需要。因为阿石甲阿咪的鼓吹，加上阿咪因猫咪因家族。斗骹手，真侪猫仔，像阿狗仔的好朋友拢同齐来相阮。因虽然做前做后，甲工队规个拢围起来。即款的人类捌看过遮个现象引起附近的居民因的注意，甲媒体的报道，也互愈来愈侪，嘛互愈来愈侪好事上的人来斗闹热。群众内底一个记者就发现阿石若是一只猫咪，若是竟然是一只石虎呢，因着大声甲话讲吼。你看，只有一只石虎，石虎伫咱台湾已经无所在通看呢。大家赶紧甲伊抱起来，甲伊保护。所有记者就安尼赶紧摕卡梅拉来翕阿石，阿石的目睭互闪光灯照甲滴袂紧呢，感觉足惊吓，搁找无所在通好觅，唉。然后咧，无张持有一个查某囝就大声咧喊讲：大家莫搁遐啦，恁看，伊的目睭足无爽快的呢，伊看起来不爱互人碰，所以莫搁看啦。咱是咧保护石虎，去新厝互伊，嘛是咧互石虎会使好好啊过日子啊。
要做，较会互伊活甲较久。查某囝决定行到中央，甲大家讲几句仔话哦。大家好，若准讲我是上好，对我来讲上好的保护，就是莫乌白臭树仔。算当我自细汉带到大汉的所在，才阁起一间保护中心来甲我插，掠入去住。上好的保护是尊重，是因为会当保护树仔，互上好一个所在的冬季会当遮风避雨，一家伙仔快快乐乐的团圆。多谢大家邀请咱的招呼，多谢大家听我讲话。因阿舅听到真正是足感动的，因为目屎有伫目眶仔内底吼，咧长势。猫咪和马狗欢喜甲保留哦，直直摇，连在场所有人听了嘛拢真赞成。好啊声哦，直直吹，直直吹，直直吹。就安尼，大家就开始发动哦，要种树仔，也规定袂当搁乌白错树仔，树仔豆豆仔抽悬，就好嘛有树林仔，通过生活，通过日子，因为因的厝愈来愈开阔，会当伫世界爬起爬落，落尾，阿舅嘛搁，阿舅嘛搁甲因阿伯。阿伯、阿姨、阿爸、妈妈、弟弟妹妹小团圆咯，规家伙仔又搁会当同齐来拍热闹。这就是咱今仔日的故事，欢迎大家，多谢大家。安尼，阮最重要的代志是知影，啥物倒一个动物是最好，倒一个是猫啊，倒一个是阮的虎，所以我会使看。即马有做侪耳仔的，伊的耳仔后壁只有即寡图，安尼阮即马来复习一下。倒一个是虎，若是讲着，阮着送一支，看你要带石虎还是猫仔的一支哦。所以安尼我来看卖仔一个哦。有啥物人知影倒一只是虎的耳仔后壁？倒一只是虎的？你会使过来一，我毋知影你记迄个是倒一个，倒一个是虎。毋对，这只是虎，安尼你要紧倒一个。伊安尼阮甲你多谢，安尼阮甲你拍鼓啊，你遮做到诶。到底是倒一个是一个啊？安尼你要试看卖啊无？我毋对啦，无晓讲，我有做侪事，我底会使用。还是恁要来试看卖啊？来，试互阮看，我目睭较无好。来倒一只。嘿，我毋对是即个。所以这只是猫的，安尼我来上后来出一个小小的题目，看你敢有认真咧看这本册，敢有咧认真咧听这个故事。石虎的耳仔后壁有啥物特色？第一，彩色的；第二，乌底白点。是啥物？第二个足够的，安尼阮来互你搁进一摆，你看你即摆咧石虎的，也是猫仔的头前，你即摆想要倒一个？我来看卖啊，你要紧倒一个哦？想要继续石虎？就歹紧，就歹紧。安尼我后日紧的是猫啊，甲伊拍鼓仔一个足够的。阮阁有两个问题。第二，石虎的斑纹是啥物款的？是一点一点的，还是一分一分的？石虎的点是倒一种呢？是啥物？一点一点，照一个镜头。飘飘啾啾的是倒一个？倒一个？我感觉你搁会
试看卖一个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好，对无？毋对是一点一点，安尼我甲即支送互你。好，安尼我来老尾上尾一题啊哦，上尾的机会即遍都无共哦，即遍因为我已经无迄个道具啊，所以阮即马要来送即个招好的面具，就是我拄仔伫的迄个，所以你会使家己转去画，变成你的面具哦。所以我来看上尾一题，招好的大细，较像啥物款的动物？是阮的虎，还是阮的猫啊？是虎也是猫啊？还上尾仔机会啊！是虎也是猫啊？来阿力，无毋对，所以咱来送你即个面具，你当去会使画图看卖啊的哦，这就是招好。然后来，所以阮今日的故事就到这，所以阮就会使知影招好甲其他的动物有啥物所在无共，为啥物阮要家己保护的重要。所以阮今日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